雍州各國嘅關係真係亂到啲，半獸人同費家軍明明咁密相依，又可以相安無事，佢哋依家到底係咩關係啊？何依薇同魔域隔住咗成雙望，眉來眼開，係咪兩國已經暗地裏私定終身？大家覺得佢哋嘅關係究竟點？背後有咩秘密匿埋唔俾大家知？訂閱夫人嘅頻道收聽更多八卦，亦都歡迎喺評論區一齊傾下。而伏雍州嘅戰況已經正式開鑼，最新戰況截至4號下晝4點，4個國家都已經深入雍州腹地。對於半獸人嚟講，依家局勢有啲唔妙，佢而家被何依薇卡喺關卡起點，南面係何依薇，東面又係費家軍。但係根據夫人收到嘅風聲，半獸人已經同費家軍結盟，依家淨係需要專心對付何依薇就得。想突破重圍，就睇埋話你呢場戰鬥夠唔夠力衝破封鎖。無論係去雍縣定道縣，對半獸人嚟講都係一線生機。但何依薇肯定唔會俾半獸人如願以償。至於州府長安，依家已經係費家軍嘅囊中之物。當日下晝4點47分，費家軍順利拿下長安。唔單止咁，費家軍仲北上進軍，已經攻到魔域嘅13級城池臨晉。而臨晉依家根本無人防守，睇戰況費家軍嘅戰場優勢超大，魔域嘅情況真係唔容樂觀。所以魔域依家已經同何依薇結盟，一齊對付費家軍呢個大敵。總括嚟講，依家雍州嘅局勢就係兩州聯同并州對陣益州同荊州，而且益州同雍州州府長安早就係費家軍嘅囊中物，魔域嘅擴張路線被費家軍封死，陷入兩難境地。費家軍仲一邊向北面馳韁進軍，想包圍何依薇嘅懷里，幫半獸人解圍添。再嚟睇下冀州嘅情況，冀州依家有黎明同賭橋王兩個國家爭奪，而黎明正處於上風。夫人聽翻嚟嘅八卦話，賭橋王同黎明事先約好暫唔開戰，但依家雙方就好似情侶意鳩一樣，突然就打埋一鑊。黎明已經喺賭橋王嘅順道南邊起好同盟大營，封死咗賭橋王去州府鄴城嘅必經之路。唔單止咁，黎明仲向順道發起進攻，打到賭橋王要開啟固守，陷入被動局面。哎呀！小情侶鬧交就控翻下啦，有意交又打仗，幾傷和氣。夫人呢度解釋下，城池開啟固守之後，城入面所有主城受到嘅傷害會降低，而且着手嘅隊伍仲會獲得增減雙加成，呢個係防守方最後嘅防禦手段嚟。咁睇落賭橋王嘅情況真係唔容樂觀，而黎明已經佔領咗鄴城嘅攻城打鹽地基，想拿下州府都只係時間問題。突發戰況，當晚9點左右，賭橋王有位北地右將軍居然潛入咗黎明嘅鄴城攻城區，一舉打爆咗對方一半嘅投石車，最後仲眾目睽睽之下漏之大吉。呢下黎明嘅天弓部隊直接元氣大傷，冇辦法只能重新建造攻城器械。不過黎明嘅胃口仲唔細，係對順道進攻嘅同時，仲向住曲梁、邯鄲推進，依家差唔多都鋪好路。如果黎明成功拿下呢兩座城池，咁賭橋王就會被包圍，俾攔喺資源州入口，將來想入師大就難上加難咯。切開資源州連接師大嘅關口解鎖仲有5日時間，所以呢段時間入面，所有國家仲要喺資源州入面爭多一陣。無論係爭奪州府最終所有權，定係計劃攞更多城池包圍州府，都等住喬夫人我後續跟進報道啦。咦，好似漏咗一個國家冇講。原來揚州隋唐盛世呢邊夠晒有限，皆因宇宙呢度淨係得一個國家進入。依家隋唐盛世已經喺許昌建好攻城大營，計劃今晚攻城，當晚9點42分順順利利拿下咗州府許昌，節奏夠晒輕鬆，同雍州完全係兩個世界，真係羨慕死人啊！